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5年4月初5。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26篇，出来记12章21节到27节。约翰福音11章45节到57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守节。上帝吩咐摩西命令以色列人着爱伊来守节。迄是因为以色列人已经领受到上帝的恩典，离开埃及，经历着济的神业。领受恩典上帝要求以色列人着爱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来伊守节。出来记12章21节到27节，记载摩西召集以色列所有的长老，并且吩咐因怎样来度过胎大囝的灾难，嘛爱要求因永远会纪念这个节期。这是上帝所赏赐因搬过节的保守的恩典。摩西召集以色列所有的长老，对因讲：恁着为着恁的家族敬羊来过搬过节，就摕一把牛脊草，运本来的火，抹门楣甲双边的门徛。天光以前，无论什么人拢毋通出门。上主要行透全国，拍死埃及人。伊看到门楣甲双边的门徛的火，就会搬过迄个门，毋准毁灭者入恁的厝，甲恁拍死。恁着遵守这个规定，做恁甲恁的后代永远的规律。将来恁进入着上帝所永远要赐予恁迄个地，恁着遵守这个规律。恁的囝儿若问恁是安怎着守这个规律，恁着讲这是献予上主搬过节的祭物。上主拍死埃及人的时，伊搬过住伫埃及的以色列人的厝，解救咱逐个家族，人民就趴伫土骹来敬拜上主。来上帝守节，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件代志，因为这是咧上帝表达感谢，上帝来献上鹅乐，搁较是需要诚心实意来敬拜上帝。但是遐个自称选民户的祭司啦、法利赛派的人经学士啦，甚至是以色列人中间遐个长老却是利用这个搬过节的节期来被杀害耶稣基督用安尼来计益。约翰福音11章45节到57节记载着因安怎来计益要掠耶稣基督的情形。来探玛利亚，伊犹太人有真侪人看到耶稣所做的就信伊。有一寡人去找法利赛派的人，甲因报告耶稣所做的代志。因为安尼，遐个祭司长甲法利赛人召开议会，讲：这个人行这么侪神业，咱要安怎对付？咱若放伊继续安尼做，大家拢会去信伊。罗马人会来毁坏咱的圣殿，佮毁坏咱的民族。其中有一个人叫该亚法，是迄年的大祭司。伊甲因讲：恁毋捌半项，恁袂晓想，宁可互一个人退正人死，才免全民族灭亡。对恁是较好。伊安尼讲，毋是家己的意思，是伊做迄年的大祭司，伫预言耶稣特别为着这个民族来死。若为着这个民族，嘛
要将上帝四线的行儿组织做一个。对迄日开始，犹太教的领袖计谋要杀耶稣，因为安尼耶稣无搁公然伫犹太人的中间出入。伊离开遐去瓦郡旷野的所在，到一个叫做以法莲的城，甲伊的门徒伫遐去住。犹太人的典过的搬过节会特别到节期前，有真侪人对于乡村来到伫耶路撒冷要守洁净的日，因得找耶稣，徛伫圣殿内，互相问讲：恁想安怎？伊一定袂来过节吼。因为遐的祭司长甲法利赛人有发命令，若有人知耶稣伫倒位，就来报告，互因通去甲伊掠。耶稣基督甲古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讲，着敬拜上帝必须要用心灵甲诚实，而毋是用这个嫉妒害人的心来利用敬拜上帝的节期。诗篇126篇，上主带咱这个受领的人倒转来锡安的时，咱亲像伫做梦。迄时，咱会喙笑哈哈，大声欢呼。列国的人讲，上主为着因做大代志，上主实在有为着咱做大代志，咱非常欢喜。上主啊，求你互阮这个受领的人倒转来。亲像南方大沙一地有溪水滴流，老目屎也种子的会出欢喜的声收割，老目屎带种子出去的会带伊的未困欢欢喜喜倒来。求主帮助阮学习诚心实意的敬拜，会通捌知影来感谢，愿意来学了。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